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，那水已经很深了，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。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，帮我们报个顶。我们在沙口路，我们离沙口路很近，沙口路地铁口5号线，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，转发一下。车厢呢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看到没？外边水更高，车厢外边水更高。有人！人！赶紧穿鞋！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快！爷，我不嫌丢，你不吓死我！呀，我靠啊！打电话给俺3姨，叫俺3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葛乐邦那个肩膀。我给你们拍点现场直播。碧云路上，你看看这车互撞，哎，你看这人，哎呀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小孩，你看这人冲跑了，哎呀呀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拉着东西，哎呀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孩子，一个父亲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呀，小孩冲跑了，人
被人冲跑了。这是郑州啊，郑州文化路啊，文化路东风路往北，现在已经那个水已经到腰这个地方了啊，都是游泳回去了，都游泳回去了啊。好，我手机关了嘛。老路，放两路，司机。